疏疏而談。大家入到售樓廠，即時未代理乜到實，想問攞價單。代理先發制人。實客未得實，買家半猶豫。買家就範，繼續游說，代理繼續推進。大家再度猶豫，代理雙邊出擊。最後大家就範，實客甩實，代理心安理得，全程直擊賣樓冇網管。